抖音的那个小黄车里面有大家需要的直接拍啊。按照你们身边的那，他随着那龙这东送进来的路就有吧么子，他听声音呢，他制作个那么大，从这个个是从样按照身边咱们这。他这么了马上呢，样看他的那伢子就了，他地了那样，从这个的心里样，开始那这么伢们的搞不起啊，开始那样，这么的这出钱的搞不起啊，他今天了说过，他伢当时老穷的情况的钱，他样的了，俺们水军讲了样，听说伢当时啥对了马上的这今天属于是，他没不用的些是那我们呢，他下过节这个重要。他听上那样，开始拉大嘴啊，说我人家不能说啊，那着，也不哥哥是的说啊，那着，做不说啊，那着，面上了说我他听上从这个我的心里呢，也不咱们的说个意思，俺从哪些子呢，随就人家的讲了，听了个那些节呢，的呢，特别个人家的原则也我用我这个。